跟住交俾天文台科學主任講下天氣。各位好，歡迎收睇呢一節天文台嘅天氣節目，我係黎宏俊。東北季候風正係影響住廣東沿岸，嚟到大概今朝早嘅6點鐘，各區嘅氣温係介乎喺14至到19度嘅。天色方面喺衛星雲圖可以見到咧，其實喺廣東沿岸地區嘅雲量咧都係偏少，咁所以預計今日會係大致天晴，日間咧會係乾燥，部分地區能見度會比較低，而最高嘅氣温大概23度，吹和緩嘅東至東北風。而預計喺未來1、2日咧，東北季候風會繼續為華南地區係帶嚟普遍晴朗同埋乾燥嘅天氣。咁內陸地區日夜温差會比較大嘅。而去到下個星期中期預計一道雲帶咧將會係逐漸咁樣覆蓋住廣東沿岸地區㗎，到其時雲量就會多翻啲嘅。而去到下個星期嘅週末一道冷風咧將會係抵達華南地區，咁到其時除咗有1、2陣嘅雨之外咧，氣温亦都會顯著咁樣下降㗎。翻返嚟香港嘅天氣展望方面預計未來1、2日會係大致天晴，日間乾燥，內陸地區日夜温差會比較大，而去到下個星期嘅中期咧會係大致多雲嘅。天氣講到呢度，下次見。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今日上晝健康風險預測，一般路邊監測站係低至中，而路邊監測站係中嘅水平。再睇埋分區氣温。